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7日盐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台股起起落落，拜一大日，今仔日又搁在冲关，捌冲到2万点，落尾是起670点，是有史以来起第2济，收伫咧20501点。但这个股价也起54块，来到869块。初五58日，台股大落1807点，是历史上一个手落上济。不过，隔顿到就大平盘，先开关了后走低，情形真无稳定。压制空方的气势，大起670点，创下历史上第2，一个手起上济，收伫20501点。三大法人拢总买超262亿，其中外资又买转买超台股243亿。以台湾的基本面，这个价位，市场外资应该会吸引更多外资进来，台币应该也慢慢会转强。台股反弹，主要大型发达股投入资金，尤其台积电，这几天股价大落，捌甲落定。不过拜二就随强势反弹，大起65块，收伫880块，挖进起定的计数，一天投入差不多1条6900万，期待搁登去22条。不过就惊台股起的局势，敢若延迟一天。面对全球股灾，行政院长杜英泰嘛话讲，政府相关部会拢会做好准备。我们也希望股市能够自主、健全的往健康的方向去走。我们会密切的观察，请大家能够安心。国家解套，金管会感谢来救股市，有2大苹果的支票，包括政府担保逾期率，感谢落破158%，产生融资断头，也有外资借款卖出，感谢落破3.76%，显示外资偏空操作。信用交易之整户担保维持率为153.74%，外资借券卖出是3.34%。依照当下整体市场环境及国际情势等因素来进行综合考量及判断。这个台股大落，融资追缴令其实顶礼拜5就已经发出来，不过证交所烦恼的违约交割真正发生啊！到早起11点为止，已经有10间券商通报，拢总有13户无纳钱，累计违约交割的金额差不多是2亿3000万的台票，占成交量差不多1/1.87%，交割的风险还搁伫会当控制的范围内。不过初五大落1807点，以交割的制度，初七无排除也有搁较侪违约交割产生。记者综合报道。风台过后，一寡民众会去摸到这积水的这垃圾水，这水内面是有真侪细菌的，身躯顶开始出现红点，开始烂会涨的镜头，这或者是类鼻珠。一罐水也要提醒医生讲，这个诊断的时阵就要加注意挂。若讲到这台南高雄，也因为这风台过后，天气开始反热，当咧监控这天高这个疫情，顶礼拜清调要到2万个有积水的桶甲罐啦。头前骑奥多摆的是牵奥多摆打水过，中水是深到大人的小腿肚。台南永康初六下晡出现大堆雨，高速公路的边车道、永义街的磅空、台湾路拢积水。到下晡5点进前，永康仁德区拢总有10个所在积水，这是积水体啊！民众在整理工园的时阵，嘛要注意类鼻疽。疾管署发出警讯，凯美风台过后，过来增加11例本土类鼻疽的病例，拢在嘉义以南，其中3例住交互病房。目前没有发现群聚，可是个案增加速度蛮快的，通常在这个台风过后的2到4周才是确诊的高峰，所以整个8月一直到8月下旬，都预计会有个案持续增加。全台加起来已经有18例本土类鼻疽的病例，创最近5年同期的新高。按照伫8月后半个月会到较近的高峰，因为类鼻疽镜头的表现差真侪，嘛有可能无镜头。疾管署提醒医师提高警觉。有些重症的其实是可能导致肺炎、脑炎，或者是败血症。它的致死率的话，根据国外的研究，致死率可以从4成一直高达到7.5%。落雨了后，嘛要注意天高热的疫情。台南市顶礼拜大摒扫，一礼拜来是清出5000外的积水的容器，高雄嘛清出14886个积水的容器。工地学校那以及市场大楼的地下室等，加强相关的更热的这个环境的这个清淤跟消毒。高雄市政府讲，风台过后拢有加强环境的清消，这个防治天高热，因为这摆嘛有真侪餐厅店家受灾，后壁嘛请卫生局来加强稽查，避免长道的传染病。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空军基地，这礼拜六要举行基地开放活动，今仔日先互媒体来翕。
这空军一下就派出3大处的战机，加机是 F-16V 战机的主场，由 F-16V 呢来拍头阵。这上届大出头就是雷虎小组赛 AT-3教练机空中特技操演。不过，这将有可能是这 AT-3最后一届演习咯。空军表示，讲未来打算由用鹰骨教机来做特技的操演。我们借着冲场仪式，展现坚强的战力。家己主场的 F-16V 登场，到正做全场注意的焦点。空军家己基地下伫车十几型基地开放车啦，专兵了有演。家己作为 F-16V 的大本营，5架 F-16V 快速冲场展开活动。雷虎小组接着演出7架 AT-3教练机呈现大雁队形，喷出30尾演讲气势，带来一连串的空中特技操演。包括视力回转、单机倒背等高难度动作，也毋过真受期待的炸大开花，因为天气无好促销。另外 AT-3 服役我40年就要退役，代表拜六的特技操演可能是 AT-3的最后一幕。会换成永鹰教练机来进行雷虎的表演吗？目前雷虎都是采不固定编组，所以目前这个细节的话都不是在我们的规划内。我相信这应该不一定是最后一场表演。那后续的话，因为我们还是持续做一个训练。国军3大主力战机轮番上阵 ，IDF 经过后点出高机小示范，飞越军领多项空中科目展现各组战机的优秀性能。来自新竹空军基地幻象2000夜幕司令，开场就用上大推力起飞，演一声伫体顶响起来。当头戏登场的 F-16V 发挥主场优势，透过连续棍高举示范，征服全场观众。空军救护队的乌鹰直升机也到离基地开放活动，公开演练战伤诉求，现场体顶拢是乌云，也毋过官兵无受影响，顺利对抗敌人，为战场救起伤患。这是我第一次的那个演出，那非常的兴奋，然后非常荣幸可以在自己的本场，在我们嘉义本场执行第一次的操演。记者综合报道。旧历7月是猪鼻过，真侪人会拜拜普渡。台北的下海城隍，唔但有拜祖先、拜好兄弟啊，也要替动物举办动物的超度法会。庙方是讲，迄当初是为着要服务隔壁永乐市场，因为遐定定伫卖猪、卖肉，才会杀这的动物，才会来提供这的动物来甲因办一个超度。不过最近呢，这10年开始有信徒来讲，要替因厝内面的宠物报名这动物的超度法会。用上紧的速度，甲排骨切好一块一块，实在真无闲。这是永乐市场的瓜阿姨，伊讲因为伊的头路是剁猪肉，为着要互家己心安，嘛替一寡猪仔超度。因市场的番仔伫逐档的中原普渡，拢会参加下海城隍庙的动物超度法会。因为我靠它赚钱，回馈它，每年都这样。中元节到的时候，就是鬼门开这样子。帮好兄弟普渡，我们也会顺便帮就是动物的这些牲畜做一些普渡，这样。下海城隍庙讲，庙的隔壁就是永乐市场，当初是为着要提供市场的番仔来替一寡三心超度，才举办的动物超度活动，一定有900档的历史啊！对着时代改变，狗仔、猫仔成做人类上好的朋友。这10档开始有信众替狗仔、猫仔报名超度法会。那市场就有很多屠宰业的部分哈，那一开始是要超度这个产业里面的这个被杀的这些动物嘛。那因为现在社会很多人都有养这个毛小孩嘛，那当然就问我们说，那这个我们这个毛小孩过世，或者是说我们的宠物过世，可不可以也帮他超度？动保团体嘛表示，动物是咱人上好的朋友，动物超度法会，唔那是希望这寡动物伫另外一个世界会当过了好，对饲动物的民众来讲，嘛是一种精神顶面的安慰。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南美洲的水滴出现伫咧台湾，就是有无意向甲伊引进入来地下生态。这个月初时暗时，有民众伫咧东海岸看到一只水滴。台南关农业处表示讲，这只真有可能是有人饲的，怀疑是风台天的时阵对花莲走来到台东，好民众若总有看到，就要赶紧去通报。台东市区一间民宿的业者合法饲9只水滴，互游客会当观赏，饲牧草互食，看来是真古锥。不过，这个月初4暗，有民众伫咧东海花公路边坡
看到一只哪像是猪仔囝的动物，详细一个看竟然是水猪。想要挖紧甲翕，伊就随便入去树林内底。台东关农业处检判，可能是风台了后，由为花莲的农场造出来的。目前我们接到的讯息是东海岸并没有人饲养，所以我们研判那一只应该是会不会从花莲那边逃逸过来的。花莲县农业处表示，水猪是外来种的动物，目前也无管制进口，不过并无鼓励民众饲。台北市立动物园嘛提醒，水猪是全球体型上介大、节气类的动物，鸟鼠嘛是这类的。咱若台湾东部甲东南部环境温暖嘛湿湿，真适合水猪生活。虽然水猪是食草的动物。不过，因被拿伫野外形成一个族群，都有可能对人类有攻击性。社群网络的渲染下，把它渲染成非常的亲人，但其实它毕竟还是一种野生动物，而且又是老鼠。其实你可以想象看，如果是老鼠的话，其实老鼠本身也是非常的容易受惊吓。如果它有一对在外面的话，那又可以碰在一起的话，是有机会繁殖的。台东县农业处呼吁，目前这只水猪可能还搁伫东海欢喜裤底啊。民众若是有发现，就要赶紧通报，县府会派人去处理。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的好体社区是高雄头一座交通宁静示范区，这车驶到社区内面的速度就要放慢。不过，伫个好体路400公尺的路段，敢若设一个过路线，无青红灯的设计，居民也拢反映讲，大概要过车路拢感觉真危险，对过路人是有影无优先。民众过车路爱详细看，看无车才通过。毋过嘛是有民众无行斑马线，直接行到对面。好地社区有真侪大楼徛家厝，居民真侪。对面阁是公园，毋过这条好地路有400公尺，敢若设一个斑马线，而且无减速标线。里长讲过去就捌发生车祸，毋望会当直接设科技执法，也是车红灯。你安尼一条路较长着。中间应该要一个红绿灯，安尼较好。让行人可以比较安全的通过马路是有比较大的改善，但是有可能会因此而造成这边的交通比较堵塞。好地社区包括4个里，是高雄头一个交通宁静示范区，透过减速标线甲道路设计，提醒民众驶较慢呢。不过，干那一个斑马线，互用路人过车路，里长认为无够，已经向市府反映几若档啊。交通局表示讲，这几年有接到民众的通报，目前会先直接设减速的标线。斑马线要加宽加大吼，互伊感觉迄个面积的目标较大，啊，里面要过马路吼会较放心。交通局在短期内将增设器型标线等减速措施，并且持续观察当地的人车尖峰的状况，来评估是否增设号志。交通局统计，目前高雄市总共有21个交通宁静示范区，针对好地社区的斑马线，敢要设车红灯，要等待后续会勘评估。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哈马斯领袖哈尼亚伫咧伊朗碰刺杀身亡，伊朗也讲这是以色列做的，讲因要来报复。就伫这时阵呢，这个美军伫咧伊拉克西部的阿萨德空军基地也传出火火箭弹攻击，有5名美军人员受到轻重伤。目前是也唔知影讲这件代志含中东什叶派武装团体对以色列的报复，敢是有牵连的。路透社引用美军的消息指出，当地时间5拜一，2条火箭弹射向阿萨德基地，造成5名美军人员受伤，其中1个人伤势严重。美军大部分退离伊拉克了后，阿萨德就成做当地只剩的几个美军基地之一。虽然有长3900公尺的上跑道，有9号空军1号总统专机起降，也毋过现阶段已经无长期驻守的战斗部队。这件攻击事件甲最近什叶派武装团体交战，先后造成10个身亡，甲武装团体的报复行动敢有关联？目前也无清楚。也毋过其中针对哈马斯政治领导人哈尼亚伫伊朗德黑兰的住所互刺杀身亡，伊朗呛声要对以色列展开报复，所以寄望伫美国，毋望美国会当约束以色列。عدم ارسال تسلیحات و جنگ افزارهای کشتار جمعی برای رژیم غاصب صهیونیستی است. ما اعتقاد داریم که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بدون هماهنگی با دولت آمریکا دست به اقدامات ماجراجویانه نمیزند.
分析家认为，伊朗虽然未只是讲讲的尔，一定会有所行动，也毋过也会有所站在，避免冲突升悬，演变做袂当收煞的代志。If Israel does something like this, killing Haniyeh in Tehran, and they have to do something, and maybe Israel does something back, but they do not want full-fledged war coming to the borders of Iran. For Hezbollah, the economic crisis, even more than the political crisis, has created a situation in Lebanon where almost nobody wants a full-fledged war that would bring down the kind of destruction on Lebanon that would make life there even worse than it is right now. 专家指出，伊朗甲以色列距离遥远，较袂亲自动手，又挖到以色列的地底发动攻击的可能性真悬。伫以色列四科会的什叶派武装团体哈马斯目前是家己拢顾袂全，所以可能有真主动动手。公司新闻七家人编译。孟加拉前总理哈西娜因为反政府的示威抗议，伊就初五宣布辞职落台，人是走去印度避起来。反对伊的民众拢上到街头庆祝，也有民众去破坏伊的官舍放火烧。孟加拉军方也宣布讲，今仔日结束宵禁，也会韩国政党来讨论临时的政府。孟加拉军方初五正式连续掌权15冬的总理76岁哈西娜已经宣布辞职落台，含伊小尾坐军用直升机飞去印度，后壁会转去英国。孟加拉的军方嘛要含各党派来参详成立临时政府。আপনারা সেনাবাহিনীর প্রতি আস্থা রাখেন, সশস্ত্র বাহিনীর প্রতি আস্থা রাখেন। আমি সমস্ত দায়িত্ব নিচ্ছি।这场经过1个月的反政府抗争，就敢若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孟加拉版。一大堆孟加拉示威的群众，初五是无得插宵禁的命令，做伙伫咧首都市区。北京的红看作是孟加拉1971年独立英雄。孟加拉的国父哈西娜的老爸拉赫曼的当上想要来破坏。এটা হলো এমন ভাষা বোঝানো যাবে না। আমি অনেক হ্যাপি, মানে নতুন মানে একটা ইয়েতে আসছি আমরা, এই জন্য আমার কাছে অনেক আমাদের খুব ভালো লাগছে যে আমাদের দেশটাকে স্বাধীন করা হয়েছে। আমরা একটা ডিক্টেটরশিপ থেকে উঠে আসতে পারছি।孟加拉反政府运动是对7月初开始，孟加拉的学生抗议政府打算要恢复公务员工课配额制度，甲30%公务员的工课留予1971年参加孟加拉独立战争军人的后代。即马当权的权贵高官，真侪人拢是这人的后代，但是真侪人的证明拢是假的。孟加拉少年人的失业人口是有1800万人这么多，这种无公平的公务员录取制度是引起一大堆的学生真不满。哈西娜下令来镇压，造成约300个人死亡，讲示威群众是恐怖分子。哈西娜落台了后，一大堆群众是拢入去伊的官邸内面，有的人抢点心，有的人破坏家具、抢走财物。人权观察组织认为讲，哈西娜选落台，上主要嘛是军方的态度改变啊。It changed when the army stopped standing by the sort of the 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suggested that for her own safety she must leave the country. 哈西娜15年的替换统治，虽然讲互孟加拉的经济起飞，但是人权记录是真歹。今年1月大选嘛受到反对党的抵制，正当性真受质疑。面对孟加拉的政局，联合国初五是呼吁孟加拉的民众保持冷静、和平、有序而且民主的来移转政权。美方是对孟加拉的临时政府乐观其成。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同款是阮英国人的模型选手林旭婷代表台湾参加巴黎奥运女子57公斤级的模型比赛，说是有性别争议，不过伊拢无伫咧插这的话，继续伫遐车拼。林旭婷18岁时阵翕节目的影片，也互这网友吹出来，来看和选手迄当时无同款的林旭婷。拉高之后呢，我们要去对衣服。留底头毛挂乌青的目镜，伊是林旭婷，今年18岁。林旭婷穿日本衫，了伪装为目彩。10年前迄当阵，伊是真白冠系。今天就好很多层，就是感觉不习惯，就是看到别人化妆不会反感，就是可是就觉得用在我身上不太适合。伫奥运的比赛场，伊是真出球木性具的选手，代表台湾参加巴黎奥运女子57公斤级木性具的比赛。不过，即马煞加入去性别的争议。18岁时阵，伊上节目的画面，即马嘛风吹出来，大家看到伊无共款的一面。遐来网友嘛伫下底留话，甲伊鼓励，唔甘伊去互做乌。查到要当客人的时候，我们感谢一下。
一步一步对老师安尼做。伫节目内底，林秀婷毋但是学日本泡茶文化尔。好，转1、3，左边。林秀婷平常时惯势拍无兴趣，即马对老师学跳舞，动作看落是有淡薄仔生疏。一开始我对拳击算是从卡通，第一次比赛，然后第一次的全国赛，我竟然就拿第2名。因为他是一个很好强的选手，也很有主见。林秀婷从高中1年差不多13岁的时阵，就开始练木性具，加入学校木性具的校队。伊咧出拳、闪开，这动作是拢真流利，嘛真点睛。不过深头开始伫咧练木性具的时阵，因阿嬷是无啥有法度接受，因为伊唔甘因查某孙仔训练的时阵是真辛苦。有念嘛是惊阮孙去用拍，迄带迄嘛是足热的，嘛拍拳嘛足艰苦的啊，我就无啥爱学迄步就对啊。伊拍拳我都无爱学啊。我甲你包哦。我爱，我就无拍拳啊，包。你感受一下恁孙平常时的创作。甲阿嬷拍木性具，要互阿嬷放心，一步一步拍破外界刻板的印象。林秀婷要用木性具的实力来证明伊家己。记者综合报道。根据这新加坡的报告，去年底予台湾人免签证犹太的国家有171个国。到今年4月12为止呢，减少到166国。外交部表示讲，有增加也减少，无排除和中国伫遐变鬼变怪有关系。休热期间，有真侪人会出国享受假期。根据2024亨利护照指数公布上强护照排名，台湾以143个无特地免签，甲多名旅者并列第35名。也毋过新加坡报告所指出，到今年4月12号，台湾人免签证泰国国家为去年底171国减少到166国。外交部回应部分地区无排除甲中国施压有关系。每个签证待遇异动的个案情形都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但外交部都不能排除与中国施压有关。我期待，当我们在跟世界国家往来的时候，不管是各种经济文化的交流，都不要受到政治议题的干扰。去年底到今年4月，对台移除免签泰国的有诺鲁、吉里巴斯、甘比亚；落地签证移除的有赖比瑞亚、喀麦隆、多哥；真正甲予电子签证泰国的有辛巴威。学者分析，部分国家调整对咱国签证泰国，除了可能是中国施压，也可能甲台湾人到当地观光投资等效益无关有关系。台湾的旅客前往这些国家的人数相对的也不多了，带给他们观光还是投资这方面的收益没有很高了，被改变这个外交待遇，其实在国际外交上也不乏潜力啊。因为外交态度各国可能拢会随时调整，根据最新统计，目前会当用免签证、落地签证甲电子签证去的国家甲地区是164个，包括厄瓜多对台移除免签地区、吉尔吉斯移除落地签证。记者综合报道。国强伫明年就要满100年咯。今年4月有推出延庆的 logo 设计比赛，经过评选，对300多组选15组出来，今仔日举办颁奖典礼。故宫是侪国内外游客拢会来参观的博物馆。明年2025年，就是故宫满100周年的延庆，为了要庆祝故宫1世纪的历史，在4月以故宫延庆100+ 和永续做主题，举办 logo 设计比赛，然后伫8月初来办颁奖典礼。摕到金奖的参赛者表示，伊用中文字100个8来设计，分别用伊来展现故宫身为世界一方之尊，用圆口形来表现艺术圆满和谐的概念。这一个符号图腾呢，它将来的应用性非常的宽阔，应用的可以在里面呢搭配我们故宫的所有的珍贵的文物来展现，呈现了这样的一个我们故宫100年文化的传递。故宫指出，这届的比赛计共吸引361组参赛者报名，最后选出前3名的金银铜奖和优选5个入围7个。得奖的 logo 会用伫延庆，也来应用明年故宫100周年。副院长表示，会有一系列和国际交流的活动和展览，要和世界分享故宫的历史文物。那南院、北院都有结合，包括南院的珊瑚大画，那10年一展也在今年特别到南院去。那北院的部分呢，包括我们日本的借展，还有呢，我们将会办理一些跟东南亚有关的一些活动。
包含南北两院故宫总共典藏69万外件的文物收藏品非常丰富。故宫表示，100年以前除了要回顾故宫这100年来的历史，嘛希望用创新的思考来经营，和故宫永续发展。未来嘛，望故宫唔那是台湾的故宫，嘛通正宗世界的故宫。记者卢尚书、郑春友台北报道。嘉义县卫生局配合故宫南院，针对着县内失智据点的老大人安排因去参访，希望透过这艺术、文化也个医疗的专业融合，来减慢因失智的状况。讲下出去来，你再来，看我来咧，看我来咧。故宫南院的导览老师伫展览文物的头前，向长辈来做小解，真侪人是第一届入来故宫南院。听到导览老师详细说明，佮看到较早的物件，伊拢感觉真深刻。普通我伫导览的时阵吼，阮是以国语为主，因为今仔日呢配合做县政府对遮做迄个老人家呢吼，所以咱拢爱用台语来讲，互因会当来了解的呢。迄款啊做鸟啊，迄款哦插头毛的啊，迄水的。安尼有足欢喜，有价值啦。嘉义县政府配合故宫南院，邀请县内29个失智据点，加强将近500位长辈分配来到故宫南院参观。除了看文物以外，故宫南院阁替长辈来设计课程活动，互因入班艺术，阁会当顾健康。用这种方式，咱豆豆家用学开，阮会使训练着阮的大脑，甲阮的手眼协调安尼。除了讲，互老人会当出来社区的据点来做社区的参与了，咱会当互伊会当身体健康以外，咱的认知嘛会当互伊延缓伊的老化。卫生局表示，长辈伫故宫南院看的每一个主题，对因即马已经小可开始退化的读客来讲，若是认知的刺激，嘛增加因表达甲学习的机会。希望透过这款医疗甲艺术的结合，减慢老大人退化的速度。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南市美术馆一馆当日举办头南城的展览，将一路历史交代城市变化，透过这 AI 科技甲技术，打造一个浸水式的空间。特别伫咧休热期间，设计一场台基亲子导览活动，要互大家来遮看这展览的时阵，会当了解文化，学着母语，也会当见证台南这400年来变化。老师当日甲大家小解城市的发展史，无论是用茶做的细型洗手台啊，也是用灰仔做的马桶，这拢是对日本时代才开始有的卫生建设。而且台南400栋，即回台南市都发局办透南城展览，那结合 AI 科技，重现国时代的场景，佮特别伫休热期间安排唯一一场全台语导览，互大人囡仔用母语认捌家乡。带囡仔来了解台南，吼，了解伊即摆住即个所在是较早是啥物款。就是把不同时期的地形图全部叠合起来的一个图案，透过展我可以理解到他们之间的关联性。咱的电力设施甲上水下道的系统的，拢是为咱日本时代较开始建设的哈，这是咱台湾的建设真重要的一部分。所以，阮即个展览的，我呐真不容易哈，甲一寡器物文物吼，拢甲照出来哈。历史文化顶顶塔塔，才呈现济历史文物。也来对这张图来看，当然有一个特殊的巷仔文化。主办人讲，古早人为了方便灌水，所以拢会住伫水边。嘛，因为本城溪水弯弯弯弯，地区就对安尼发展。其中每一个时期的管理者对城市规划嘛拢无共款。因对热兰遮堡到安平的这个城镇。会建设对这人的管理，伊是一个比较极端的管理方式。到明正时期，你咱看到讲，伊规个点是辐射出去的。清朝的时阵，你咱看到讲，规个城是围起来，惊一寡民变的代志。日本时期，伊第一本做的都市计划的时阵，你咱看到讲，规个城市台南这个所在是规个转变非常的大。台南以时代分成7个展区，被展到9月初。主办单位讲，因唔若要互大家知影土地点，咱大家伫遮大汉，上重要是爱用疼谈的心来爱这块地。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讲到台基馆的发展已经有100多年了，由文化部所举办的音乐创作营，今年特别邀请台基老师郑顺聪来到一个所在呢，教营队学生写台基歌词的撇步，鼓励大家做伙来创作。我看到一个大娘亲，我叫伊惊死，不知影怎拍好势。我摕物件做皮，想要来处理，伊走来走去。
和学生用无共的主题落去解歌词，佮安怎甲华语歌翻译台语歌。这是文化部举办的音乐创作营，除了有专业的老师甲学生囡仔创作的美感，今年佮加入台语的创作课程，邀请陈顺聪老师来教写台语歌的撇步。因为即摆学生拢是华语教育嘛，伊也要写台语歌的时阵，我第一步就是请伊甲华语转到台语，第二步就是咱掠到一寡台语的原则，譬如讲咱爱倒句、爱押韵、唔通倒字，这是第二个。第三就是讲全台语的创作，会当甲掠一寡即个较时期的旋律，甲填即个台语的词。陈顺聪表示，过去咱有真珍贵粗糙的台语歌资产，但是即阵较欠新时代的台语歌。音乐创作营负责人詹立兴本身也是台语创作歌手，伊嘛望少年辈有写歌的能力了后，会当加入母语的创作。因为我家己本身也是写台语歌的歌手嘛，但若是望讲阮遮学生啊，会使有一寡学习讲安怎写台语歌，会使互因一寡影响，愿意用母语来写歌安尼。主办单位表示，即阵音乐设备的提升，少年人要写歌创作真简单，但是一条歌要安怎有画面、有故事，就爱靠生活中的观察甲经验。3天的营队会带学生电影访问、教乐理、写词、录音，培养少年辈音乐的素养甲才情。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伫咱大自然当中有真侪通拖、真侪昆虫，就研究这通拖的老师用台语上课来小解这个通拖，希望现代呢较少接触到大自然的囡仔，有机会好好来熟悉咱身躯边这个生物。真好哦，真好，该插到底，就该插到底。细字甲做标本咧，用糖尖涂入去落较久，甲伊固定咧铺咧拢房仔顶悬，就会使准备甲卡湿点开打扫做标本。即个课用台语教囡仔熟悉通拖，也动手做打扫标本，甚至有家长为新得来参与即个台语标本课。阮这查某囝自细汉就对动物啊、昆虫啊，拢就有兴趣的，就想讲，既然有兴趣，就互伊培养即种哇。互伊上我即种课，伊嘛会感觉讲这是有兴趣，伊就较愿意学，然后愿意听。这个是有角久，无的无角的，是毋是？有角的是公的，无的哈即个。家长也对咧学通拖的知识，课程当中有真侪通拖标本会当看，会当摸，大人囡仔感觉真新鲜。即个课的老师是本身咧做生态研究的阿莹，也是母语家庭家长。阿莹讲，即马真侪囡仔对大自然较青春，希望课程通互囡仔对大自然产生兴趣。就是为实来课程上，互因前班讲，咱的环境内底其实有足侪生物的，有的足大，有的足细。你去行，若是讲未来去行步道，譬如讲去散步，还是去倒位的时阵，其实都是昆虫是咱上接会拄到的一种生物。阿莹的课程透过上接看到的落角句、真啊句记忆、小解通拖。先透过室内的课程，互囡仔对通拖有基本的知识，到野外拄到就袂紧张、袂惊吓，通好好认捌即寡真有意思的生物。记者郭林玉凯新北报道。总统府国策顾问也是台湾真出名的文学家、医生诗人张贵海，今日透早过往，食到79岁。张贵海伊毋但是文学家，也是长期关注环保、人权等议题的社运先锋，也有催生着高雄画本营甲都会公园。这个总统赖清德和高雄市长陈其迈和艺文界朋友也拢讲真毋甘。人讲是艺术诗人的张贵海，由为客委会主委手头摕到奖座。伊嘛捌伫2022年摕到厄瓜多菲亚基国际诗歌节国际诗歌奖，成做亚洲头一个得奖的诗人。初六透早因为破病病逝，食到79岁。这个消息传出来，高雄市长陈其迈是感觉真毋甘。社运像卫武营自然公园以及保护高屏溪、柴山等这些生态环保的议题，他都不遗余力。知道他病情不好啦，但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走的。真所的铁门拖落来，厝边斗讲张贵海真亲切，伊毋但是医师、文学家，嘛是台湾社运界的先锋。我妈妈定下讲张医师真所的门若拖来，就走出去做社会运动那我觉得这个是我定下自细汉听的代志然后慢慢长大发现真是这家尼亚这个代志。音乐家陈欣怡，伊手很诗集，少年这个若像老师嘛像朋友的诗人。张贵海家己的人生，也佮有对故乡的感情等等，藏伫伊的作品内底。
甲台湾的价值甲客家文学的景也伫咧读者的心中。不能发表的作品都到我们这边来，所以当时有一句话说：啊，你如果做作品，你的小说啊、诗啊，到文学界不能发表，看台湾没有一个叛徒敢发表。陈贵海甲陈景明等人创办本土派真重要的杂志《文学界》，嘛是促成维母爷都会公园真重要的人。伊一世人拢关注环保甲人权等等的议题。为2016年开始做总统府的国策顾问到达，总统赖清德嘛表达哀悼。伊讲陈贵海行医救人，帮助弱势，也有伊爱台湾的精神，会永远甲台湾人徛做伙。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7度到34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6度到35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6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4度。平遥、金门、马祖对27度到34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